会儿约约你家里，咱们一块儿去医院看病去。这张照片我从香港取回来了，带在身边很久了。给我吧。嘉浩。城最有口碑的。哎，邵夫人也是我们的熟客。对了，邵夫人，您上次送来写的照片，您还满意吗？上次，老板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。今天辛苦您了，我们就不送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不就是那个……慢走。啊，别动。你的新娘很漂亮。多谢大哥夸赞。嘉浩，我有点累了，我们先上去把衣服换下吧。好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今晚我们娘俩喝几杯？梁伯母。来。
没事吧？月儿，我跟你说一个小秘密吧。你知道嘉浩第一次说娶你的时候，他才7岁。月儿，月儿，娘，这么晚了，你叫我过来做什么？月儿喝醉了，你好好照顾她。娘，娘，你干嘛？今晚你们就生米煮成熟饭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娘只能帮你到这儿。娘，你把门打开！娘。对了，少夫人，您上次送他写的照片，您还满意吗？上次。老板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。不可能，小月不可能骗我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小野，你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伯母呢？娘说你喝醉了，让我来照顾你。我这个点也该醒了吧？小婷啊，你去一下欧阳小姐门口候着，少爷啊在里面，看看他们还需要点什么啊？是。梁伯母，来了，快点吃早饭吧。来，坐这儿。对了，婚礼的花我都订好了，你要不要替我去看看？我下午得出门一趟。好啊。我找到线索了。我从史密斯那儿套出运输处的大致线路，再加上梁宗岳每个月都会独自开车去新村附近，从不让人跟。我想，军火库一定在那儿。新村，那里离巨富洋行的码头很近，之前是废弃工厂，军火真的有可能藏在那儿。对，梁宗岳最近让我出门办事，我借这个机会找到具体地址。今晚我们花房碰头，商量下一步行动。嗯，好。你想说什么？昨晚梁家浩在你房间待了一夜啊？我喝醉了，嘉浩过来照顾我。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嘉浩帮我整理好了洋行资料，就在沙发上休息了。他是正人君子，不会对我做什么的。正人君子。
回来了。对，我刚从花店回来。出去这么久，不累啊？花店的人又给我看了几种新的花，不过我还是觉得原来的更好。你是什么时候记起来的？还是从未忘记？嘉豪，对不起。我要的不是对不起。爹和杨航的仇我必须要报，我是无心伤害你的。所以你就欺骗我，利用我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你可以恨我、怪我，我无话可说。你关心过我？从小到大，你心里可曾有一刻有过我？嘉儿、月儿，你俩没事吧？这大晚上的，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婚礼上的花选错了，小月和我耍脾气呢。原来是小两口闹脾气啊！月儿，你别怪嘉浩啊，他呀就是心思大了点儿。下回我陪你去选啊。你也是，婚礼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连个花都能选错啊？都是儿子的错。那我先回房休息了啊。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帮我？过几天就结婚了，你看家里还有什么需要添置的，跟下人说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在欧阳府出嫁，我一会儿派人先去布置一下，你也尽早去看看。嘉豪，我是不会嫁给你的。你会的。今天下午3点15分，斯菲尔德路58号花店转角处，你和秦继峰单独会面。秦继峰说，他查到了史密斯走私军火的路线，推断出仓库就在新村附近。你和他约好了，明天下午在欧阳府的花房会面，商量下一步的行动。你们想毁掉军火库，毁掉我父亲，毁掉整个督军府。嘉豪，你说这些话被我爹知道了，秦继峰还能活吗？嘉豪，走私军火危害的是天下苍生，你不应该这么做。天下苍生关我屁事！我只要你一个。嘉豪，你疯了！疯？是谁把我逼疯的？是谁？
婚礼照旧。秦继风，我会派人把他送走。要想他活命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督军，秦继风，小月，我找到军火库了，我想好了，先布置炸药，把军火库炸了，再把史密斯抓起来，再那些记者把梁宗岳的罪行全抖出去，这样，整个红城就知道，曲阜洋行是清白的。小月，你怎么了？秦继风，我不想报仇了，我也不想再查军火库的事，我累了，放弃吧。小月，你在说什么？他说他不想复仇了。过来。小月，是不是他逼你的？不关他的事。我真的累了，我连我自己都救不了，我怎么去救百姓？怎么护着红城？不，小月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你说过的，老爷创办洋行是为了救国家危难于水火，你比我更想完成他的遗愿，不是吗？
你说够了吧？放开他！嗯。洪明月，嘉浩，你答应过我放他走的，我心甘情愿的嫁给你，你放过他吧。后天就是婚礼了，我知道你想家，这几天你可以住在府里，结婚后我们再搬去公寓。可是秦继峰，